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而且禮拜四晚後同大家來關心下亞洲嘅政治焦點，是韓國嘅最權經商國際媒體嘅版面，當道都係本大家知道，當正義甚至有啲負面嘅新聞，做乜嘅話安樣？今日節目啲都為大家繞長度，我哋討論韓國嘅係你提教國際，甚至像國際合作時代是維持當場關係嘅老朋友。係中國文化太好，韓文內林秋山林教授，林教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好。謝謝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其實今天要來談韓國，我首先想到就是林教授。那剛好林教授最近也出了一本回憶錄，對，我覺得真的就是像書名講的，畢生奉獻兩韓關係。我們看到哈，這兩天我在翻譯一些國際新聞的時候，大家開始注意到韓國，那其實是幾個比較負面的新聞，包括一些這個總統道歉，然後總統提出要修憲。那看這些紛亂之前呢，我覺得可能有必要帶着我們的觀眾，先從過去這半年來的一些韓國政局的變化來談起。尤其在半年前，我們看到韓國選了這個國會大選，結果原本是在國會穩定過半。這個執政超過你看在總統也是新世界黨，然後在國會也是新世界黨。可是現在選後，他本來有158席的，結果一下升到只剩122席，不但沒有過半，減少了很多。首先我想要請教，就是說，這好像是在2000年之後，我們經過這麼長時間第一次出現朝小野大。那為什麼新世界黨執政會不得民心，失掉國會？那朝小野大對韓國的政局以往曾經帶來過哪些衝擊？這個問題啊，我想分多方面來講。第一個就是這個為什麼會沒有選好？沒有選好，大家的說法就是背離民意。第二個就是經濟的這個困窮。那背離民意主要的是這個南北韓的關係啊。在過去的選民大概相當期盼這個朴槿惠能夠緩和南北韓的這種緊張的這個情緒，但是實際上南北韓的這種情緒啊，並不是南韓單獨能夠做決定，背後美國的影響，我想這個力量是非常的這個大，所以你不能不把這個美國的因素也考慮進去啊，這個是背離民意的這個南北韓的這個關係的問題。可是這邊老師，我先容我打斷一下。講到美國，我們會以為南韓跟美國關係變得更緊密，因為他同意他在他們的國土上設立這個薩德反飛彈系統，難不成這不是民眾所樂見的？這個也是一個問題。這個民眾是希望韓美關係緊密，對，密切合作，但是啊，他並不希望因為美國的因素來造成南北韓的關係的緊張。比如說，這次的主要的爭議在薩德嘛。對。那薩德，這個美國一宣布要在韓國設置薩德，這樣子一開始雙方的緊張啊，就好像不但是南北韓的關係，南韓內部的這個反對聲浪啊，也非常的這個高昂，非常的激烈嘛。而且可見這個雖然加強了韓美的關係，但是對韓北韓的這種關係啊，它是多少有一點這個破壞性的這個影響了。OK，所以民眾不願意看到這個南北韓的關係再這樣子緊張下去。OK，你說一個是民意，那另外一個是經濟。另外一個是經濟。那經濟的問題，最近你知道這個韓進這個船運啊，對，這個倒閉嘛，宣布破產。宣布破產嘛。這個三星的這個 Note 7，手機也這個一再的發生爆炸嘛，這個損失啊，估計多少？好像是幾百億美金啊，幾百億美金。那南韓的經濟是不是像我們所想象的那麼好？我們大概很多人都說南韓的經濟比我們好嘛。對，他說他們大學畢業生領7萬塊。但是大學畢業生領7萬塊，你要知道他怎麼去花啦，怎麼去奉獻他的勞力啦，比如說，我會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對，韓國的這個每年放假的天數啊，多少天？我們明年129天嘛。對，韓國只有90幾天啊。哦，比我們少這麼多。比我們少這麼多。你還要知道，他每週的這個勞動的這個時間啊，
我们是几个小时？大概是40小时。40小时。对。韩国是68个小时。哇哦。韩国的薪水他领了7万块，但是你要知道，他到50岁以后，他就逐年下降。可是不是年资累积薪水是升高的吗？他的这个法是规定，你年龄到了50岁以后，逐年下降。在法里面有这样写。对，逐年下降。好，降到几岁？降到60岁，你就得退休。半强迫。当然不是半强迫，是强迫。真的强迫你，就非得退休不可。你就要退休啊！这样子有没有比你好？哇，所以这是我们没有看到韩国这一面。对啊，我在讲，你赚了钱总是要养育子女嘛。你的大学的学费是多少？韩国的大学的学费大概比我们贵将近3倍。你在讲消费，你开车买汽油，我们1公升是30出头。20几、30几了，对，现在比较便宜一点。对，韩国大概都是要30多、40了。是那你这样子有没有更多？我们1个月的这个劳工保险是多少？500多块嘛。韩国1个月要5000多块嘛，10倍。对啊，这样子总加起来，7万没有很好用。7万没有很好用，而且也没有很多啊。你一生的累积起来的话。我觉得他并没有比我们好，所以经济造成他失去民心。那对，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现在在国会剩不到一半，变成朝小野大。对韩国的政局，以往也有过朝小野大，会有哪些变化？过去在卢泰愚的时候，也有过朝小野大，在后来也有过啊。当然，这个没像卢泰愚的时候，他是把这个金泳三的这个党，统一民主党。把金正密的新民主共和党3个党找3个党跟他自己的党这个民主正义党合起来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党，对，民主自由党变成一个3党合成一个，这个是一种变局。另外一个呢，金大中的时候，他就去办一些个这个反对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选举过程啊，有一些个有一些个小误瑕疵啦，什么一些这个东西。把它弄得很多人就不敢保持原来的这个所属啊，就变到这个脱党啦，或者是加入他的党啦，这个也是一种做法嘛。金大中的时代有些人也许可以把他找去当国会，不是当这个政府的官员啊，这样子减少他的虚词嘛。OK， 这个大概是这些个做法了。老师，那我们假设从这个选举的变化，我要特地选一个地区来看，是让我很好奇，在于首都圈，在首尔附近。因为我们看首都圈有122席，现在执政的这个朴槿惠他们只有拿到35席，另外一个共同民主党却高达82席，算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是什么使得这样的城乡差距变得这么大？首都圈都不支持执政的新世界党。好，我们前面刚刚提到这个朴槿惠的这个执政党啊，这个当选的席数减少的一个原因嘛，是这个原因，我们从这里多少也可以看出一些个迹象出来。比如说过去的执政，大家觉得不行嘛，因为不行，所以我要给你一点压力嘛，给你压力。让新的反对党来牵住你嘛，对，让你迫使你不得不接受这个民意嘛。但是接受民意不是那么容易啊。刚刚我讲了一半，比如说朴槿惠就任以后，他就找这个大企业家来举行座谈会，说我以后政府啊不能够再用太多的力量来支持你们，我要加重中小企业的这一部分，但是大企业家马上给他说：“总统，你这样子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经济成长哦，影响我们的经济成长，经济是更不好，不是更好哦。”对，就这样子了。所以他连要减少，本来他想把这个工作的这个时数啊，从68减少到58或者是52，这个中间。没有办法，完全推不动。当然推不动啊！你要这个跟美国的关系要缓和南北韩的这个关系来讲，这个南北韩的关系一直在紧张嘛。对，这个所以让美国有一个理由要来射沙德嘛。对，
这个也缓和不了，所以有些个事情，朴槿惠内外交迫。对内外交迫没有错啊，而且不是他能够随心所欲了。老师讲一个不能随心所欲，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大家叫她是选举女王，因为她都选得很顺利，对不对？结果选举女王在25号的下午，在青瓦台开了一个记者会，她在记者会当中，跟所有的国民道歉，道歉是为什么呢？就是她的一个我们可能讲算是好友或者讲密友，叫崔顺实，那。外界就说原来这个朴槿惠总统你很多演讲稿，具体来说好像是44则演讲稿，竟然在发布之前是经过这个崔顺实顺稿，经过他看过。可是他不是政府官员，他不是你决策圈里面的人，他也不是青瓦台里面的人，你怎么可以让一个不具任何官职的人做这件事情？就民意四起，大家都开始质疑朴槿惠这么做确实是不对，所以他也确实道歉了。那我们比较不懂的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到底在哪里？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朴槿惠的背景，他的母亲被刺杀，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父亲也是属于回民，属于他的亲信。1979年，情报对这个情报部长，对，连情报部长连同乡同学都不可信，他信谁？他在这个替这个汉城市长这个助选的时候，脸上还被划了一刀，我记得大概红了大概数一二针的样子。所以全家都有受到这样的迫害。所以他对人的信任度我想他恐怕是经常会怀疑。那因此他能够找谁？就找他亲近的人。那么这个崔顺实这个人，听说是他上一代，就是崔顺实的父亲跟朴槿惠的父亲，就有交往，说是一名牧师，对，一名牧师嘛。你对这种神职人员不信任，你还信任什么？所以他是有宗教上的关系，神职人员。那么听说他跟这个朴槿惠的这个关系私人的关系是非常的情同母子了，有人这样子来形容他情同母子，所以他有些个意见问他，或者是有些个稿子，请你看一下，这个在道理上，我觉得也不一定有什么这个太大的错误了。当然，这个问题在于，这个如果他看过以后。朴槿惠认为他赞成了，这个也可以表示他接受意见啊。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他不是公职人员。对，然后爆出了有一些涉贪说或是特权，他的女儿说因为这一层关系可以进到梨花女子大学，就是一个韩国算是最著名的女子学校，所以其实不是。审稿这件事情不是这个演讲稿，而是后面包括他设立的基金会是不是有因此获利，以及他有没有透过特权让自己的女儿可以进名校，所以反而是后面这两件事情。对，我想这些问题在后面这个问题，在后面这个问题现在检察官在进行调查嘛，所以我想调查结果如何，不久之后可以真相大白嘛。OK， 好，来，那我们上半场时间，我们先谢谢林教授，先聊到这边哈。那你下半场其实的惯性。你唔單止係了解事情天天，甚至對回事的概念，普及會韓提出講想修改韓國的憲法，從兩派總統做的廉政，繼續埋了解之後提出了解講者或者參考林教授。跟大家過去擺咗很多討論現場，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講到係中國文化大學林秋山林教授的討論韓國政局的混亂。老師剛才我們提到，就是這個道歉事件之後，我們看到一些民眾的反應跟反對黨的反應。這次反對黨倒沒有急着說要彈劾這個朴槿惠，只是我們看到有一些民眾就說，朴槿惠不適合再擔任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然後。不是只有黨外這樣講，黨外當然就是文在寅，就是那時候12年跟他一起要選總統的文在寅，他就講說這個危機
比北韩在试爆核武还要大。那我不晓得，就究竟危机的层面可能有哪一些影响，可能可以请老师说一下。另外一点就是说，连党内新世界党包括有议员罗清源跟金荣泰都说，如果朴槿惠不退党，会让党无法持续前进，好像连自己人都众叛亲离。老师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韩国的这个政党啊，这个的历史啊，非常的简短。每一次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党就要重新改组。对，所以这个大概10几年以上的政党啊，你找不出来，在韩国里面都是短命政党，都是历史很短的这个政党啦。而且另外一个改选都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资讯哦，在1987年之后，南韩这么多任总统，只有李明博没有在任内退党。所以在任内退党竟然变成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习以为常。那究竟这一次的危机有多大？为什么文在寅会说比北韩试爆核武还要大？先说这个修宪了哈。对，这个总统的任期跟修宪的这个关联性。对，他刚才提到，在道歉隔天就讲这件事情。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历任总统，从这个1948年政府正式成立李承晚开始。对，李承晚大概为了总统的任期啊，修宪有2次了哈。那后来这个因为学生革命推翻嘛，所以成立第2共和，那个改为从总统制改为这个内阁制。在朴正熙因为内阁制不行，所以朴正熙起来军事革命，1961年开始又改为这个总统制了啊。这个经过执政军事统治一段时间以后，又改为这个总统制。但后来到这个1969年，总统的任期啊，又改为对当时总统的那个连任的限制啊取消掉了。到1972年又改为间接选举，就是由统一主题国民会议来选举，非人民直选。到1980年全斗焕执政以后，又改为7年。所以这个总统这个一直在改。那么因此呢，这个韩国的我不敢说是多数了，韩国常常有人这个提到，究竟是总统制好，内阁制好？是一任制单任制好，还是连任制好？对，很多人都会提这个问题来问，但是我觉得这个各有长短。韩国现在是怕总统集权了，所以要改内阁制。其实内阁制几乎是韩国的这个我想学者或者是政治人物所愿意，但是谁不愿意呢？就是当时握有实权的人不愿意，因为他做这个虚位总，等于是虚位总统。对，我就把大权旁落让给内阁首长嘛。所以像最近这个金大中跟这个金钟密这个结盟去选总统的时候的条件就是，金钟密要求2年以后就任2年以后要修宪改为这个内阁制。金大中也答应了，就任命他当总理。对，让他当总理，但是到那个时候要提修宪案了，这个因为他的国会的议员啊不足这个发起人的这个比例了哈，但是韩国的3分之1嘛，所以他不到，要通过要2/3，是，所以他人数不够，他就没有提了，没有提了就又闹僵了，对，所以有很多的机会，像后来的这个全斗焕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本来也是。大家是属意改为内阁制，但是到最后2派的意见僵持不下。当然，他这个全斗焕握有这个实力嘛，所以还是以他的意见为意见嘛，所以又是总统制嘛。所以这个修宪，就是说这个朴槿惠修宪，究竟是为他，还是为韩国的长治久安？因为有人觉得，我看到青瓦台说，纵使修宪成功，朴槿惠这一任是不适用的，就是可连任这件事情，他不可能再当1任总统。没有错，他的这个宪法，他现行的宪法是规定，这个为延长总统的任期，或者是取消连任限制，对现在在位的总统是无效的，宪法内已经有讲了，宪法上规定这样的，所以朴槿惠提出这个修宪案呢，
我觉得他不是为他自己，是为这个韩国的长治久安，也可能得到比较多的民意的支持。因为从过去的例子看来，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主权呢，把自己的这个权呢给他放掉，拱手让给别人，拱手让给别人，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所以这个做法，我觉得说不定是反而会得到民众的支持，来提升这个朴槿惠的民意的支持度，也不一定。就是从你这个角度出发，有另外一派比较像是我们可以讲是阴谋论的说法，就你早不提，你晚不提，你这个时间提，刚好你自己爆发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有争议的事件，你第一当然就是要转移新闻的焦点，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你要修宪，老师刚才讲，你要通过这些条件，以新世界党，我们在这2天看到好几份韩国的民调数字，朴槿惠的这个支持率，从前2天25%到今天最新的还不到20%，以新世界党现在在民众眼中的这样的声望，他有可能过得了修宪吗？这个东西就是讲一讲嘛，因为你明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修宪，如果是大众所希望的，当然可以通过啊。他不是为他的利益，他是为了韩国的长治久安而修宪的话，有什么不可？因为大家认为，唯有总统的任期延长，或者是取消连任的限制，这样子才能够让韩国的总统有所发挥，而不是像现在，当你想做事情的时候，任期已经到了。老师，就这一点我去查了一下资料，现在在民主国家里面，元首不能连任的其实不多。我们看几个，包括我们几个邦交国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跟中南美的墨西哥、瓜地马拉，然后其他就是以色列、巴拉圭。所以韩国的单一任期制，究竟过去这么多年来，对他们造成哪些限制，又有哪些优点？这韩国的这个总统刚刚讲的，他修宪的原因，修改为这个担任不得5年制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不让你有这个太长的时间去做一些个杂七杂八的事情。可是其他国家大部分民主国都是可以连任，只有你觉得有这样的担忧，其他人怎么没有这个担忧？所以这个是针对韩国在当时1987年以前的政治的现象。我们知道。这个刚刚也提过了，全斗焕的时候是7年，对，这个朴正熙的后来是6年，他甚至于这个连任的限制都取消掉了，对，在更早的这个李承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嘛，把连任的限制也都取消掉了。那现在的韩国有这些个问题，所以他们才修改为这个担任5年嘛，对。那为什么是朴槿惠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其他的人如果提出来的话，大家都会说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连任嘛。朴槿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我觉得他如果早提出来，在民意支持度很高的时候，那人家更可以说你有民意的支持，所以你想继续连任啊。这样讲，我想也不是不可以啊。所以他这个时候表示我没有连任的希望嘛，我没有连任的希望，我也不想连任嘛，所以。我是为韩国的长治久安，你如果是为韩国的长治久安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支持他吗？来，那另外一个问题，朴槿惠的任期到2008年年初，明年2017年，韩国就要进行这个新的总统大选了。对，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比较热的人选，可能就是马上就要卸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个潘基文。那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潘基文是一位怎么样的这个？可能的领导者吗？然后在韩国的国内，我们以往看到有文在寅或者是安哲秀，还有哪一些可敬的对手可能是未来韩国总统的候选人？那韩国的政局接下来有哪一些变化的可能性？这个韩国的总统候选人呢，大概就是各大政党主要的政党的推荐出来的候选人，这个是一种。另外有一些个呢，为了打知名度啦、陪榜啦，这个。出来的大概这种人也有3、4人，所以每一次的
每一届的总统选举啊，大概5、6个人、6、7个人，大概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形。对。那这一次的情形，这个执政党现在执政的这个潘基文，我想他是占有很大的这个优势了啊。所以朴槿惠应该也属意把棒子交给他。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子。可他离开韩国，现在这个是一个情势嘛，对，时速如此嘛，他也无可奈何嘛。但他离开韩国很久，10年呢。对，他10年，但是他继续在联合国的这个机构里面，他继续为韩国服务的机会也蛮多的呀。他给韩国这个创造一些个利益，这种机会也是蛮多的呀。所以他跟韩国的关系，我觉得他没有断，没有脱节，没有脱节啊。这个是潘基文的。